Hello，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我哋拉啲團隊個負責人華仔。咁欣賞我哋、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呢，俾個手指公讚一讚我哋啦，分享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呢，拍檔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呢，就即刻通知到你噶啦。舉手之勞喺度呢，感激大家先，多謝大家。咁有興趣想加入賽馬方程式做會員嘅朋友呢，你一路睇落去喺片尾呢，亦都有加入嘅方法嘅。咁嚟緊啦，喺沙田呢就有10場嘅賽事會跑啦，當中呢有2場呢就係2級賽嚟嘅。頭場開跑時間12.9個字，咁呢條呢就係真飛推介嘅片啦。喺片尾應承咗大家，亦都呢買咗條真飛呢，就投注咗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嘅，咁就希望幫到大家手啦。咁就啱啱啦，琴日出街嗰條排位推介嘅片呢，就介紹咗2隻馬膽啦。咁2隻馬膽呢，分別呢都有啲賠率嘅，咁就未睇我哋條片嘅朋友呢，就喺片尾啦。亦都有條 link 咧，咁你撳入去咧就可以睇翻噶啦。咁呢2隻馬膽啦，嗱嗰2場賽事雖然就唔會攞嚟做重心，咁但係咧會員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咧嗰2場賽事咧，我哋咧都會以一個單棍嘅形式，一條單 Q 咧就推介俾大家，咁啊希望咧就可以中得到啦嚇。咁就因為咧聽日嘅賽事咧都比較混亂啊，有啲場合咧都比較咧難搞少少嘅，咁就有見及此咧，咁就簡單啲啦，咁就咧搏一啲咧有賠率而又咧係可以咧注碼比較少啲嘅情況底下咧，咁樣去過下關咧，或者咧買條單頭嘅話咧，都咧叫做咧唔使要咁大本錢啊嘛。所以咧嗱，會員嘅朋友留意翻你嘅手機，咁咧聽日咧我哋有啲真飛咧就推介咗俾大家。咁呢條片咧就真飛推介啦，咁我揀第3場賽事啦。咁第3場賽事咧，亦都叫做咧咁多場賽事之中咧比較簡單啦亦都咧係只係咧一條單棍咁嘅推介嘅啫。嗱，首先咧我哋排位界面呢度啦，拉到落去最底啦，咁一撳方程式運算，咁計算出嚟嘅結果行頭嘅就係你12號嘅天下寵兒。嗱，今次咧馬膽咧都會攞翻隻12號天下寵兒做膽嘅，咁就嗱講咗隻膽先啦。嗱，呢個天下寵兒咧，其實呢2次賽事咧分別3月2號469總場次，咁啊跑咗個第2名過終點，慢步速情況底下輸俾極速贏啦。跟住之前賽事有一場2月9號總場次412，都係跑呢個田草嘅1002米嘅，就輸俾隻閃光燈，亦都咧係跑咗個第2名過終點嘅。嗱，睇翻2月9號呢場賽事先啦，總場次412啦，咁佢喺個中等步速嘅情況底下咧，留得比較後少少啦，因為當其時係排住個11檔，咁啊田泰安咧就將隻馬留翻後少少，咁啊爆咗個全場第2快末段，咁咧就係黃黃地色顯示22秒51，咁就喺一個咧佢自己咧係偏慢少少頭段啦，46秒76啦，足足慢咗0.56秒啦，咁爆翻個22秒51咧，足足咧比標準咧末段咧快翻0.64秒，咁完成時間1分09秒27，咁就快過標準0.08秒啦。咁正因為呢場嘅賽事啦，咁啊跟住去到咧呢一個嘅總場次469喺3月2號啦，排翻個好啲嘅檔位啦，排住個6檔咯，咁就喺場慢步速，咁佢賺晒慢步速噶擺喺前面走啦，因為排住個6檔可以跟翻前少少啊，咁啊排住個6檔情況底下咧，沿途走位332咁樣啦，咁就佢個頭段咧比之前嗰場更加慢嘅，咁啊今次咧就慢足0.75秒，咁但係個末段咧雖然佢唔係做全場第1、第2快啦但係咧進步咗隻馬，爆翻個22秒17嘅，咁比佢自己之前嗰場咧22秒51咧仲要再快，呢個標準末段咧。應該係話佢呢個末段咧，比標準嘅末段咧足足快咗0.98秒，哇！爭0.02秒咧就足足快成秒噶啦。結果完成時間1分09秒12啦，咁個段速咧非常之咁勁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喺一個慢步速咧做到個快時間嘅，比標準咧足足快咗0.23秒，亦都比佢自己做咗個1分09秒27咧就更加之快嘅。所以咧呢場段速咧係 O K 嘅，唔錯。嗱，指住469撳入去望一望啦，咁咧就嗱。呢場賽事咧跑第4嗰隻叫拍馬蘭追，我哋上次咪揾佢做膽啦，結果跑第3啦，再後邊有隻時間寶，跟住啱啱場泥地咧1650米咧亦都入到 Q 啦，咁就咁佢咧跑呢個第2咧一啲都唔失禮啊！咁今次排翻住個黃金1檔，咁就佢呢隻馬咧，如果咧係排啲嘅好啲嘅檔位嘅話咧，係可以咧擺到喺前邊嘅。咁嗱，我哋指住走勢圖啦，咁咧走勢圖咧都話咧，喂佢好大機會咧，因為排住個1檔啊，咁喺外邊排2檔嗰隻咧嘉應晉升咧就應該可以擺到前面走，因為試閘呢隻馬咧都有啲速度嘅，亦都試閘嘅時間咧都係擺喺前面走。咁你天下寵兒咧就好正常地咧就可以守住呢個黃金包廂位，咬住呢隻嘉應
應晉升啦。咁只要咧爆翻個末段22秒1幾啊、22秒2幾啊咁樣嘅話咧，咁就入到 Q 嘅機會咧就好大嘅。贏唔贏到咧，咁就要睇下咧過唔過到呢隻嘉應晉升啦。嗱，我哋咧睇翻呢隻嘉應晉升啦，唯一一隻咧要挾到呢隻嘅天下寵兒咧，正就係潘頓揀騎嘅呢隻嘉應晉升。嗱，首先咧指住呢個操練表啦，睇一睇啦。咁呢隻嘉應晉升咧，其實咧由頭到尾咧都係田泰安呢一手咧主理嘅。咁就試習咧試咗幾課習嗱，喺2月嘅14號咧就已經喺呢個嘅從化咧就試咗課習啦，課習都唔錯噶。跟住咧去到咧3月6號啦，翻落嚟香港喺沙田咧，亦都田泰安試咗課習，去到快活谷咧，亦都咧喺3月14號咧再試多課習嘅。咁但係田泰安咧今次咧就揀咗隻天下寵兒嚟騎，咁會唔會佢覺得天下寵兒會好啲咧咁樣？但係咧去到呢個3月14號潘頓過檔試咗課㗎，跟住咧潘頓咧就攞嚟騎啦。咁田泰安唔騎就潘頓騎啦。咁如果潘頓都肯騎嘅話咧，我相信咧應該唔係執二攤啊。咁變咗咧呢隻嘉應晉升咧今次咧排翻住個2檔，一隻天下寵兒排1檔，咁嘉應晉升應該走先㗎啦。咁就天下寵兒咪跟住佢跑咯。而呢一場賽事咧其實咧都係好參差嘅，好多馬咧都未及水準嘅。咁變咗咧呢兩隻馬喺呢度咧就基本上咧係好突出㗎啦。咁就雖然係熱地一條 Q 咁，但係咧扭孭到嘅話，條二重彩就好分啊！即係12行頭啊，7號嘅嘉應晉升啊，第2位，哇！咁條二重彩咧，而家投注嘅時間咧都挨住有成10倍㗎嚇。咁就當然啦，如果咧跑出呢條 Q 嘅話咧，咁都唔錯啦。咁就雖然熱地嘅，咁啊推介呢條單棍俾大家做參考。嗱，即刻睇翻啦，我哋點投注法先。咁話明係單棍啦，咁就投注個策略咧就比較簡單啲啦，咁就一條單 Q 咪得咯。咁當然啦，因應翻個賠率嘅情況啦，個變化啦嚇，咁就究竟買複式二重彩會着數啲啊，定還是買連贏位會着數啲呢？咁呢個我而家答你唔到，咁所以呢，我哋呢兩範都買晒嘅。咁就會員嘅朋友呢，或者馬迷嘅朋友呢，就去到聽日嘅時間呢，如果過關嘅，咁梗係一條單棍一注就 OK 啦，係咪買條連贏位咪 OK 咯？咁如果呢，你係注碼方面嘅問題嘅，咁就唔想咁大注啦，咁其實咧都建議咧就咁一條單 Q 噶啦，咁就位置 Q 都唔保噶啦，講明啊呢度噶啦嚇，咁啊而家咧得個2倍都冇，得個10幾蚊條位置 Q 咁買嚟真係嘥氣啦。咁就當然啦，你話喂，如果聽日去到條位置 Q 有25、6蚊嘅咁樣，咁梗係正負 Q 啦，係咪先啦？冇咁蝕噶嘛。嗱呢個咧就要去睇翻個賠率嚟到決定啦。咁就當然啦，而家我哋投注嘅時間咧，我哋就複式二重彩同埋條連贏位咧，我哋都投注晒，就俾大家參考嘅。去到聽日臨場嘅時間睇翻，如果咧真係以為嗰個嘅嘉應晉升行頭嘅嗰條二重彩真係冇乜錢分嘅喎，咁就建議咧買翻條連贏位就算㗎啦嚇。咁當然啦，我哋搏佢扭咩啦，12號天下寵兒行頭，諗翻轉頭呢隻嘉應晉升嘅話咧，咁樣調轉12-7咁樣開嘅話咧，咁條二重彩就好分啊嘛。咁首先呢，我哋買條複式嘅二重彩，第3場賽事7號嘅嘉應晉升打翻呢隻12號嘅天下寵兒100蚊條就200蚊買啦。另外亦都會買條連贏位嘅。一條單棍7號嘅嘉應晉升10月嘅天下寵兒就200蚊注，就200蚊買嘅。咁就投注方面就咁樣投注法㗎啦。咁就大家咧會員嘅朋友、馬迷嘅朋友咧，聽日去到臨場嘅時間咧，就再決定啦。究竟咧喂買條連贏位着數啲啊，定買條二重彩着數啲啦？咁咧就聽日咧就希望大家贏多啲，祝聽日大家好運啦！拜拜。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成為賽馬方程式嘅會員，方法亦都好簡單。右上角你會見到一個 PayMe 嘅 QR code，你只需要截圖，截圖之後打開你個 PayMe，然後撳掃描，喺右上角再撳匯入就可以讀到呢個 QR code 噶啦。我哋嘅收費而家每個賽馬天係128蚊，咁而家做緊個優惠，只需要88蚊。咁每個賽馬日你只需要幾十蚊，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用呢個賽馬方程式揾出重心場次同埋重心目標碼。你亦都可以透過轉數快嘅 ID 係8714818。如果你冇用開電子支付系統，亦都可以去撳機啦。戶口號碼亦都喺呢幅圖嘅下邊，你會見得到。只需要將你嘅付款記錄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傳翻俾我哋，我哋就會盡快幫你安裝。而成為會員之後，你會有更多嘅優惠。我哋亦都會將賽馬方程式計算出嚟嘅結果截圖俾你哋，等你哋可以喺坐緊車啊或者食緊飯嘅時候都可以用你部手機，好輕鬆咁樣可以去度到爬到馬。咁希望大家踴躍啲成為會員啦，多謝大家。